来看顶个月底，伫咧苗栗竹南有民众要去利便店，也门口这个人行道呢是咧施工，伊无细力来跋倒，结果面启动着边仔路顶的螺丝基座，这面啊是天几若十针，也伫咧10当前，台中嘛有人出车祸，共款是动着这个路顶的螺丝基座，伊来死亡。即马民众伫咧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来提案，要求政府针对全台湾所有的螺丝基座落去防护。 吴小姐下头天骨若一针，敢若一尾大牙缸，连鼻啊、喙唇拢受伤，规个面看起来伤势是真严重。扑倒在地上，然后就是碰到了那个灯座的那个基座，那灯座的基座就也有螺丝，也有它加固的那些挡片嘛。对。 意外是发生伫8月28暗时，吴小姐到苗栗竹南一间超商去买物件，因为人行道正伫施工，所以讲门口拢有铺设茶帮。吴小姐无细力跋倒了后，面直接讲到这路顶的基座，抑佫碰起来螺丝钉。也若10年前，伫台中也捌发生一个查甫囡仔因为车祸弄到路顶的基座的螺丝钉，造成伤势相当，不治死亡。当时市府有全面检讨基座安全，不过代志已经过这侪年啊。 道路边包含号志顶、路顶、路口监视器这无同的基座，有因无同的安装的方式，有的螺丝钉是锁落去，有的是锁起来，现出来灯度也无同。这个应该是全台的通案啦，因为可能也不是说一般公所可以去做的，对，因为这个牵涉到，我想应该是说这个设计它的设备的机具的设计的问题，对。 吴小姐事后除了要向电工所要求赔偿，也认为全国相关基座螺丝钉拢应该要有防护。9月初3已经伫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来提案，要求政府爱全面检讨，并且制定全国统一的设施设计安全标准，希望莫阁有人因此来受伤。记者综合报道。